有 One Two Three， 有 City Band， 跟住仲天馬行空個餐廳咁。recall 翻你個舞台劇，你咪有啲低嘅地方嘅。我好有興趣，你所謂嘅你嗰個低潮嘅部分，到底係啲咩東西？又或者係話低到咩程度咧？你睇翻當時嗰一幕啊，係黑夜不會來呢首歌。你有冇留意呢首歌？即係開始嘅時候係有一段鋼琴。係喎，鋼琴你彈嘅喎。真係將我當時一種最低谷嘅時候啦，嗰種心情擺落去。其實感情擺落去擺得好深嘅入邊。當然我明。人生好奇怪嘅，即係後生嘅時候就樣樣都好似精彩，嘻嘻哈哈，繁花咁樣好開心。咁但係其實當某一個時段，當你一跌到落去低谷嘅時候，其實我唔係話享受啦，但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去俾自己去消化。如果將街燈的光線代表真愛，或者熄燈了會更發現我存在。如果日落西山燈光普照，麻木了蒙住這雙眼令黑夜再來，誰叫我這活該綁起雙手不去愛，愛到兩腳浸沒在大海，不懂再走開，熟悉的想講再會，陌生的都很匹配，難怪我永遠懷念飛灰。其實點講咧？去到低谷呢個原因，係因為嗰陣時即係講緊30零歲出頭，哇，好正，明白，好開心。但係唔知咧，個天永遠都係咁樣嘅，即係我有條命嘅咁樣嘅，嘣打隻傻仔，你以為你好叻啊咁樣。咁嗰陣時係因為我身邊一個好重要嘅、好親密嘅一個人，就突然間離開咗。我覺得人生好奇怪啊！經歷一啲人嘅生同埋死嘅時候咧，好似同咗清水頂一石，係好辛苦啊，好痛。你會去抗拒，但係你最後你都要低頭。